1997年11月12號，這31歲歌手張雨生伫咧淡水發生嚴重車禍，昏迷24天後，因為腦灌水和併發症，尾也無互救回來。雖然幾啊年攏伫咧以過身的日子來舉辦追思演唱會，悼念張雨生。1999年11月12號，現場攏總有3961對雙生仔來到台北市政府頭前的廣場，拍檢視世界紀錄。雙對生甲足共的，佮穿共款的，嘛有雙生仔姊妹啊做媽媽，做伙帶雙生仔的囡仔來遮參加活動。2001年11月12號，美國飛龍機佇咧紐約紅葉區載落來。現場攏總265個人死去，其中有3個是台灣遊客。因為發生的時間離美國911恐怖攻擊敢若2個月爾，民眾就煩惱佫是一件恐怖攻擊。不過尾仔調查是人為和機件因素，才會發生空難。